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，昨个川习会并无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到台湾问题。咱的总统府嘛强调讲，咱甲美方拢有保持密切联络。也毋过学者是认为，美中会谈无讲到台湾真罕见。川普嘛预告讲，明年4月会去中国访问。针对美中台三边的关系，咱得爱个斟酌。What about the Taiwan issue, sir? It never came up. Taiwan never came up. It's not discussed, actually. 美国总统川普证实，让6年举行的川习会无讲到台湾。中国外交部政治新闻稿嘛无讲到台湾。对这件代志，总统府搁再声明，乐见美中领袖交流，台美会保持密切联络。很乐见像这样能够降低各种单边行为对于区域所带来的冲击，持续来做一些降低风险的努力。我们彼此的沟通都是很顺畅的。那未来也持续跟美国合作。其实，这届川习会的美中官员阵容是以主管商务经贸为主，或者是讲美中会谈无讲到台湾真罕见。川习双方无定着希望成功无益这个级别的问题。只不过，川普预告明年4月去中国访问，所以也是爱注意因应美中台三方关系。我觉得很有可能是，华府方面提出的要求，但是经过双方幕僚先期的作业是同意的，但是北京同意也是很罕见。美中还是战略竞争，所以台湾议题在比重上可能没有那么高，但是不排除他把台湾议题拿来做运用。对于川习会无讲到台湾，朝野立委个人有看法。对台湾当然是好事啊，因为对一谈的话，对台湾不会有太好的一个结果吧。在川习会如果把台湾放在谈判桌上，其实是违反长期以来台美的外交的铁律。台湾不是拿来用来谈判的，这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一个正面的消息。那是川习会后，川普宣布美中谈判已经达成协议。台美进度部分，带关税谈判团队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30表示，台美当地进行书面文件交换讨论，一定 APEC 落幕了后继续沟通。若是顺利得到共识，就会当进入总结会上达成最后的协议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